天然金曜石水滴吊墜，黑曜石嘅一種，雙面都呈現金沙眼睛，辟邪擋煞。因為佢帶有金沙眼啦，亦都有個説法咧，佢係可以招財嘅。金曜石同黑曜石都係一樣，係屬於天然玻璃，屬於火山岩漿加速冷卻嘅時候咧而形成嘅。你睇下隻眼幾光亮，呢粒呈現貓眼狀態，好強烈啊！比黑曜石相比會比較有睇頭。而家現貨剩翻眼前呢幾粒啫，同埋佢唔細喎，款式比較中性，男女都適合佩戴嘅。